首先呢，就係第一個項目啦，就係由阿潘瑞華先生啦係捐贈出嚟嘅書法條幅。嗱，我哋依家要拍賣啊，價高者得。呢個咁靚嘅呢個咧係書法條幅啦，底價係1000蚊。有興趣嘅請你到台前，如果喺前台嘅就唔需要啦。嗱，每一口價咧就係100蚊，底價係1000蚊。嗱，我哋依家開始進行拍賣。好啦，有冇人出第一口價？底價1000蚊。好，第一價1100蚊，1100蚊，1100蚊，有冇？1100蚊，第一次，1200蚊，多謝多謝校監，1200蚊，有冇高過1200蚊？1200蚊，第一次，1200蚊，第二次，1200蚊，哦，1300蚊，1300蚊，有冇高過1300蚊？1300蚊，1300蚊第一次，1300蚊第二次，1300蚊第三次，好，成交。嗱，有興趣嘅咧，仲有第二幅嘅書法係條幅㗎，亦都係由阿潘瑞華先生係捐贈嘅，底價都係1000蚊。嗱，我哋台上嘅同學咧就將呢個咧係書法條幅展示出嚟啊！呢個都係阿潘瑞華先生咧係捐贈嘅，底價仍然係1000蚊，每一口叫價咧係100蚊。我哋依家開始第一口價嘅拍賣，有邊位出1000蚊？好，1000蚊。有冇1100蚊？有冇出1100蚊？有，1100蚊，1100蚊，1200蚊，多謝，1200蚊，1200蚊，有冇高過1200蚊？1300蚊，1300蚊，有冇高過1300蚊？有冇高過1300蚊？請舉手。1400蚊，1500蚊，1500蚊，有冇高過1500蚊㗎？1600蚊，1700蚊，1800蚊，1800蚊，有冇高過1800蚊？1800蚊，1800蚊，第一次，1900蚊，有冇高過1900蚊？1900蚊，1900蚊，第一次，2000蚊，2000蚊，有冇高過2000蚊㗎？有冇高過2000蚊㗎？2000蚊第一次，2000蚊第二次，2000蚊第三次，成交。嗱，捐贈者咧，阿潘生咧就已經係出咗嚟，咁咧就投得嘅係嘉賓，請你咧到台前嚇，由阿啦係潘瑞華先生係親手送俾你嚇。老師台。嗱，我都要向老師學習下，我都唔識讀，咁咧就等阿潘瑞華先生
讀一次嚇，咁我大聲話俾大家聽：長風方破浪，一氣自橫秋。好句嚇，好句好句。嗱，仲有位先生嘅，因為咧佢係投得第一幅嘅，麻煩啦，潘瑞華先生係影張相嚇。好好多謝潘瑞華先生。嗱，跟住咧，我哋要拍賣嘅咧，就係咧一幅刺繡嚟嘅。咁呢幅刺繡咧，就由咧我哋嘅校友連月嬋女士啦，係刺繡出嚟㗎嚇。個拍賣底價，嗱未講價錢之後咧，我覺得呢幾個字真係唔止呢個錢嘅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係我哋嘅校訓嚇。個底價咧，我覺得應該無價嘅。不過咧，依家就話俾我聽，1200蚊底價，有冇嘉賓成第一口價？1200蚊底價，呢幅刺繡1200蚊。好，1200蚊，我知1200蚊第一價。有冇高過1200蚊？1200蚊，每口叫價100蚊嘅，1200蚊，1300蚊，1400蚊，1400蚊，1400蚊，有冇高過1400蚊？1400蚊，1400蚊第一次。1500蚊，1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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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0蚊第一次，1600蚊第二次，1600蚊第三次，成交。投得嘅位嘉賓啦，係到台前啦，我哋影張相。阿連月嬋女士喺唔喺度啊？請你出嚟。好多謝，多謝兩位。好啦，仲有一幅咧，都係連月嬋女士咧，就係個刺繡嚟㗎。個底價同咧剛才係一樣嘅嚇。咁我哋展示下個刺繡先。嗱，大家睇睇呢個刺繡啊，好靚！就嚟過年啦，年年有餘。有邊位嘉賓係出超過1200蚊、1300蚊、1300蚊、1400蚊、1500蚊、1600蚊、1700蚊、1800蚊、1900蚊、1900蚊、1900蚊、2000蚊、2100蚊、2100蚊，有冇高過2100蚊？2200蚊，多謝。2300蚊、2300蚊、2300蚊，有冇高？2400蚊、2500蚊、2600蚊、2600蚊，第一次。2600蚊。第二次2600蚊，第三次，成交。我哋請徐博士到台前啊，你投得呢個係刺繡。咁請連月嬋女士。校長，徐博士話請你喎，出嚟。好多謝徐博士啊！嗱，再落嚟咧，我哋拍賣嘅咧係頭先我叫佢一哥嘅校監咧，就捐咗茶葉出嚟大家睇下啲茶葉好靚嘅。我哋依家要拍賣嘅係由許耀君校監捐贈嘅茶葉，個底價咧
係300蚊，底價係300蚊，每一口叫價咧係50蚊。有嗱，依家開始啦喎嚇，有冇350蚊㗎？350蚊，多謝。400蚊，450蚊，500蚊，500蚊，800蚊，多謝，800蚊，800蚊，800蚊，有冇高過800蚊？800蚊，800蚊第一次，800蚊第二次，900蚊，900蚊第一次，900蚊第一次，900蚊第二次，900蚊第三次，成交，我哋多謝領 Sir。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要拍賣嘅咧，就係頭先我又唔係少年啦，不過輕狂咗少少，就話咧係一個係校長，咁今日咧就校長就捐咗啲嘢出嚟拍賣，咁又唔係食得，又唔係睇得噶，係嘛？可以欣賞噶。咁係咩咧？楊永漢校長咧就捐贈咗咧一套嘅線裝孟子嘅排印版，一套係4本㗎。個底價咧，嗱聽住喎，係100蚊。每口叫價咧係20蚊，我相信好熱烈啦嚇。好，有冇朋友出120蚊㗎？200蚊，200。陳偉嘉博士200蚊，200蚊。有冇高過200蚊嘅？500蚊，係多謝500蚊，500蚊。有冇出多過500蚊？而家已經去到500蚊，500蚊，800蚊。徐博士800蚊，有冇多過800蚊㗎？800蚊，800蚊第一次，800蚊第二次，900蚊，900蚊，1000蚊，多謝徐博士，1000蚊，1000蚊，1000蚊，有冇高過1000蚊㗎？1000蚊第一次，1000蚊第二次，1000蚊第三次。好，成交，我哋多謝阿徐博士，我請楊校長。阿徐博士要求阿楊校長簽個名俾佢啊！好，多謝徐博士，多謝楊校長。嗱，跟住落嚟啦，我相信呢位捐贈者咧係好多 fans 嘅，太多。我哋而家要拍賣嘅啦，係好多同學心目之中嘅良師啊！我雖然佢冇教我亦都冇同佢共事，但係我好欣賞佢嗰個係態度嘅。咁咧係由阿盧偉聯教授啦，係捐贈出嚟嘅，就叫做係由小師親筆簽名嘅作品，叫做《一生成教》，一共有8本嘅。咁每本呢個底價咧係100蚊。咁因為我哋驚太多人咧喺度成價，我哋有個表格。價高者得，嗱啲同事舉個黃色嘅，你自己填上去，你自己填上去，價高者得，咁咧就係8位最高價嘅8位最高價嘅嘉賓就可以投得由阿小師親筆簽名嘅呢本啦，係咁有意義嘅書。嗱，要嘅請舉手嚇，我哋嘅工作人員即刻係送到你哋嘅台前㗎啦。嗱，各位因為太多人咧競投啦，我哋個時限
9點10分，9點10分之前呢，你哋嘅表格要交到後邊啦，劉小姐嗰度，我哋嘅會計小姐係一個統一嘅處理嚇。各位嘉賓，除咗咧係競投啊小詩嘅書之外咧，有一樣提醒大家嘅，我台前咧有啲好名貴嘅係禮物，一陣間抽獎嘅，大家千祈唔好唔記得將你個票根啊係擺落個抽獎箱嗰度。大家依家仲利用呢個時間咧，我講個時限，9點15分之前，我哋截止，我哋又會開始咧係進行啦，會下一個輪就抽獎㗎啦。頭先咧都好多同學同咧係老師影相，甚至乎咧好清楚講，李校長喺度做校長嘅時候咧，依家好多 fans 喺度。咁依家個時間咧，我哋就請咧李金忠校董咧係為我哋咧係致辭㗎。請李校長。教育局康主任、許校監、各位嘉賓、各位校董、各位老師、各位校友，晚上好！我今晚先知道喺紀念特刊度，我係孔聖堂中學第10任嘅校長。喺我做校長期間，我好多謝當時同我同事嘅老師同埋同學，請你哋起身接受我向你哋致意。我教過嘅學生同埋當時做嘅老師，請你起身。冇學生，90年嘅幾多學生啊？係咪識嘅？哎呀，點會冇學生咧？老師咧，高敬華老師你當時喺度教嘅馮麗冰老師、吳雅玲主都起身啦，係嘛？接受我嘅致意，因為你哋令到我喺孔聖堂留下咗7年難忘又有意義嘅時光。我記得我喺89年所種嘅南洋杉，就喺孔子像嘅側根，當時係1尺高，而家係10幾公尺高。呢棵樹就説明咧，孔聖堂中學跟住棵樹一樣，不斷在成長。我在學校期間有幾件事要提出嚟嘅。第一件就係我哋成立咗第一支女子嘅舞獅隊，年初1喺無線電視直播出嚟嘅。另外喺我做校長期間，我係搞出每聖誕節嘅時候，歌唱比賽係由我發起嘅。另外喺我主政期間，呢個官鳳亭同埋書劍軒都喺嗰時建立嘅。仲有喺我做校長期間，由於我嘅太太何子謙博士捐咗50萬做起動費，起咗新嘅校舍。咁喺呢度呢，我仲要講一講嘅，就係我同好多同學都係一齊參與活動。我記得同你哋打過3日籃球賽，我記得帶你哋去旅行。喺呢度仲有一個，我哋旅行嘅時候揾唔到一個同學，佢係俾蜜蜂針咗，跟住佢企喺度俾大家認識一下。
呢啲難忘嘅經歷，我相信喺你哋特別係同學之間係留下咗好難忘嘅印象。今日我哋翻嚟慶祝母校60週年，呢個係值得慶祝嘅日子。我希望在座嘅各位校友、老師同埋嘉賓喺今後嘅日子入邊，支持孔聖堂中學，支持孔聖堂，將我哋中國文化發揚光大。最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萬事勝意。多謝。好多謝李校董，佢仍然係中氣十足，我都要向佢學習啊！嗱，頭先企起身嗰位同學咧，真係我哋教書生涯裏邊嘅一個即係難忘嘅經歷，我當時都喺度嚇。咁第27屆嘅頭先我哋話咧，想出嚟影張相係咪啊？係咪包括阿蛇仔啊？係。咁咧蛇仔就唔見咗嗰個，依家咧就翻嚟嚇。咁我話依家請你出嚟，我哋依家一齊影張相嚇。請有同呢個27屆老師嚇都出到台前，應該叫你校長啦，都唔應該少咗佢一份啦嚇，因為佢係有份，我哋當時揾翻個學生嘅。好啦，各位，我哋而家要公佈咧，阿小詩嗰8本書咧，嗰個拍賣嘅結果。咁咧就拍到嘅咧，我先將8個人名咧，依家讀出嚟啦。請啲8位嘉賓到台前先。分別咧就係余貴陽、楊世芳、徐炳江徐博士、鐘瑞麟、范晴祥、楊永漢校長、陳裕國、陳耕仁，以8000蚊係成交啊！咁我哋請盧偉廉教授、小詩係到啦呢個台上，我哋好多謝佢。呢啲係相對你哋唔係好意思，你係當之有愧嘅，唔係無愧嘅。多謝。你咁遠走嚟拍咩啊？多數都係我哋係啊，係話係你班啊。我哋班主任啊。班主任。小飛老師，多謝你。你係邊？你唔識我嘅，我係好後生嘅咋，我都25屆啦。哦，25